台北捷运板南线阿东病院站，伫咧昨早起，有一个民众伫咧电楼梯，那像是徛无在，人全倒向向，连带后壁这个人拢总半倒摔做伙。佮加再有其他的民众赶紧甲这电楼梯饲好停，不过也造成其中有一个人脚着伤，送病院治疗。伫电梯顶面穿黄色外套的查某人，雄勇摔来倒向向，致使后面7个民众跋做一堆，其中一个脚腿着伤送医。这件意外发生伫初10早起10点外，台北捷运阿东病院站，有一个查某旅客坐电梯要向月台去大厅，哪像徛无在摔来倒向向。到再有热心的旅客赶紧出手时紧急动啊！台北捷运公司嘛赶紧派人去处理。大家赶着要上下班的时候，有没有踏稳那个平阶的时候，然后也没有扶好，然后东西又很多的时候，可能会不小心就跌下来。可能就是他速度太快了吧？他走路太快的话，他通常都会绊倒。如果我们走得快的话，也一样会绊倒。台北捷运最近发生几啊件电梯滑倒的吊伤的事故，亲像去年5月龙山寺有一个阿伯伫电梯滑倒，接续早起伫信义安和站有一个阿姆哪像平无好势徛无在来滑倒。今年10月有旅客牵拖到长裙，夹伫电梯的空卡内。能够间隔1个阶梯甚至2个阶梯哈，然后有风险意识的话呢，就做一些风险预防。然后手的话，尽量要抓稳我们的扶把。台北捷运公司讲，后续电梯经过检查设备正常了，恢复运转。呼吁旅客咧上电梯的时阵，一定要换好势徛在。啊，若坐电梯的时，唔通踮喺顶头走跳，嘛禁止婴仔车、塞车、甲脚踏车进入。若是载大型的行李、厨房、甲家饮的金。建议莫坐电梯，改坐流笼较安全。若是旅客违反相关的规定，劝导了阁无要听的时阵，会当照大众捷运法罚新台币7500到750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